后来，这个行政院来推出着振兴5倍券，也毋过有地方政府感觉讲安尼也是无够，所以佫来加发着现金。像这个金门佫来发现金5000块，嘉义市发2000块，澎湖发1000块。也毋过台北市长郭文哲并无同意这款的做法，伊讲要纾困要振兴，中央也是爱有一个规范。若是安尼公发现金，恐惊佫过几个月，台湾就会看到通货膨胀。咱嘛甲各县市的加码计划做一个整理，除了甲这个钱变大圆之外，佫来举办着购物节来抽奖。这个奖品真吓人哦，有厝佫有车。5000块的振兴券敢有够引起无共款的看法？有地方政府直接就加发现金，金门发5000块，嘉义市发2000块，澎湖县比照去年发1000块。台北市长郭文哲伊讲，中央还是要有一个规范的，要不然大家一直加码，所以乱加码，结果是，我现在都可以预测，你知道吗？大概再过几个月，台湾会很明显的看到通货膨胀。要安怎发，大家才会满意。台北市拍算要推电子券，传到手机啊、甲 App， 台北通做结合，就会使优待。新北市政府和民众用500块，会使换800块。那呢，今年拍算要安怎做？去年是500换800，今年一定会比这个还高。那至于金额多少，我要看中央公布出来的策略跟方向。除了双北市有动作来看6都，桃园已经发25000份的桃园好市券。举办购物节的台中上大的奖项是一间厝，台南有2台车通抽奖，高雄市加码1000块的高雄券，直接5倍变6倍。另外，今年7月底推出的海派券，开100块消费时就会使减200块，一开始卖就互人抢了了。关市政府要怎配合中央来提振经济，真正有真大的学问。